今仔日的天气是有够烧热，今仔日全台上悬的温度是出现伫台北市的下有38.6度。因为太平洋有高压加西南风的大热空气，明仔载同款会是烧热的天气形态。另外，根据美国国家预测中心的资料，初六全球平均温度有17.23度，这是1979年以来上悬的温度。甚至有科学家认为，这阵可能是10万年以来上热的时阵。日头赤炎炎，真侪人咧生水解热。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，初八全台上高温出现伫台北市的下有38.6度。气象局表示，因为太平洋高压加上吹西南风带来大热的空气，全台会热到初九。明天各地普遍是来到33到37度，一样在大台北的盆地、中南部的近山区、花东纵谷。留意温度可能会再高个1到2度哦。礼拜一之后，水汽变得比较多一点，西南风也稍微减弱了。各地虽然高温都还是有32到35度左右，不过来到36度以上高温的位置，区域范围也会稍微缩小。那台湾烧热，根据外国媒体 CNN 报道，为美国国家预测中心的数据发现，初六全球平均温度是17.23度，创下1979年以来上悬的纪录。甚至有科学家认为，这礼拜的气温可能是10万年以来上热的一个礼拜。气象局认为原因真复杂，可能要等几个季节的资料出炉才通知影。在比较大尺度的环境底下，除了区域性的温度，还有整个大气环流的配置，都会影响在今年各地的温度的分布。原因还是要等事后所有的资料比较齐全之后呢，其实才会可以为大家分析出结果，还有成因是什么。烧热的天气也会继续，气象局提醒，要避免无必要的户外活动，也要注意时大、囡仔、脆弱族群甲户外工作者的身体状况。另外，伫咧闪方面的地区，可能会有火烧风，会使使用防风设施甲喷水，避免农作物损害。记者郭文定有水台北报道。